上年咧仲話香港咧係國際金融中心為止，講緊嘅就係股市同樓市咧都低迷，人才流失，資金咧轉移去新加坡啊、中東呢啲，而唔再嚟香港啦。但近期咧對於香港金融嘅整體氣氛咧反而咧變得活躍喎，包括咧新股 IPO 咧有機會重上全球第一位，但喺股市氣氛嘅改善下咧，仍然不斷有鋪頭執笠、裁員、失業率咧攀升呢啲消息。好似咧就係一個好矛盾嘅境況，咁更加反映咗咧普通人啊係未必能夠感受到咧呢啲經濟數據咧帶嚟生活嘅改善，反而咧係可能陷入咧失業嘅憂慮裏邊。咁到底香港點解好似金融繁榮，但係實體蕭條呢？今日就同大家分析下。Hello，大家好，我係希啊。咁好耐咧冇同大家講過香港嘅經濟啦，咁又去到年尾啦，就同大家回顧下今年全年嘅經濟狀況。恒指咧最新係跌穿咗26,000點。但一年去計咧，仍然係升咗成3成嘅，最高嘅時候咧係升穿咗27,000點，應該咧好多蟹貨咧都返咗家鄉啦。咁由宏觀嘅數據去睇，香港嘅金融地位咧簡直就係強勢回歸啊！今年咧香港市場係有300宗嘅 IPO 申請，創咗咧歷史嘅新高，有望咧重奪全球 IPO 集資嘅第一位。而第三季香港實質 GDP 嘅增長咧係3.8%。預期咧全年經濟增長咧約3%，咁咧都比好多咧已經發展嘅地區咧係高嘅。港股有改善咧，都令好多人咧都重新留意翻。即使咧最近比較反覆啊，但有好多股票咧仍然係有炒作。而近期最熱嘅兩個話題咧，一定係抽新股同埋高息股。喺波動市之中咧，單靠自己睇資料咧就未必夠嘅。咁想聽專業嘅分析咧，今日就有一個免費嘅講座介紹俾大家。11月22號下晝，即係咧今個星期六，富途牛牛聯同咧 UBS 瑞銀喺中環交易廣場1樓香港金融大會堂會有一個免費嘅講座，主題係恒指蓄勢27,000，後市部署秘訣。咁有知名股評人咧黃國英咧親自助陣，仲有 UBS 亞洲上市產品銷售主任卓素華、港交所高級副總裁黃澤恩同埋富途高級分析師馮文蔚。現場分析全球經濟動態同埋行業趨勢，亦都會即刻教你咧點樣捉新股、部署咧高息股，同喺呢個波動市況之中咧賺到盡嘅。咁現場咧仲會有互動嘅環節，有獎問答送超過1萬蚊嘅超市禮券，獨家咧參觀金融博物館，仲會送呢個牛牛高息投資指南。咁有興趣嘅咧，快啲就喺我文字欄嘅呢一條 link 嗰度報名啦！趁而家股市旺翻咧，就唔好錯失咧呢啲投資機會啦。不過既然大家見到啦，香港喺金融領域同埋經濟數據方面咧都係向好嘅時候，咁點解同市民咧實際嘅感受咧，仲有同而家香港市面嘅實體經濟好似有咁大嘅分別嘅咧？好似兩個世界咁喎。咁當中咧最主要嘅原因咧，就係今次經濟改善啊，好大部分咧都係依賴中資咧去驅動嘅，因為地緣政治啦，喺美國上市嘅中概股咧就考慮回流香港二次上市。亦都有好多中國內地嘅公司咧上市都會首選喺香港嘅。港股中資股 IPO 嘅融資規模咧已經突破2509億港元，係遠超過咧 A 股同埋中概股咧去美國上市嘅規模。咁我諗大家咧都已經喺市面上見到好多大陸嘅餐飲品牌嚟香港咧係開分店嘅，其實咧都可以話係佢哋上市嘅第一步。之前有講法咧話資金唔去香港咧可以去新加坡。但新加坡咧都加強審查同埋監管，加上咧新加坡係以信託啦同埋家族辦公室為主，以股票咧同埋 IPO 嚟講，香港嘅市場咧係從來都係更加之大嘅。由呢個中資去推動嘅經濟繁榮，問題就係對香港實際嘅經濟幫助係有幾大呢？其中一個咧坊間好主要嘅分析咧就係香港嘅滴漏效應咧已經失效。滴漏效應簡單啲嚟講咧，就係當一啲大公司啦或者金融業咧賺多咗錢嘅時候，財富咧就會滲透到去其他下層嘅行業，例如一啲本地嘅中小企啦、食肆啊、零售業咧都會跟住好轉嘅。但而家就冇明顯有一個咁樣嘅情況。第一咧喺資金嘅投入上面，中資來講咧，但佢哋實質主要嘅業務、生產、供應鏈、研發咧都係喺大陸。香港嘅員工咧都可以請外勞或者專才，即使咧嚟香港上市，需要咧香港嘅金融同埋法律服務啦，但係咧都只係停留喺呢度啫。香港賺到一啲咧專業服務嘅錢啦，部分咧法律會計人士嘅高薪啦，但係咧對於香港嘅餐飲啊、零售、旅遊呢啲實體行業咧就冇太大嘅幫助。咁呢啲公司咧當香港係一個集資嘅平台，
咁咧亦都唔會投入太多咧去開發香港嘅市場，所以呢一個金融繁榮，但係咧就冇辦法創造更多嘅職位。香港最新嘅失業率咧係3.8%，雖然咧低過之前0.1%，但仍然咧係近幾年嘅新高。飲食業嘅失業率咧係6.4%，建築咧更加係有7%。咁仔細咁樣睇咧，其實失業率咧真係唔低嘅。第二就係消費外流，北上消費由一個熱潮咧變成咗一個恆常嘅消費習慣。之前都有報道，暑假期間咧每日係有25萬人北上，以每人平均消費680蚊去計，每日嘅消費額咧就去到1.7億元。咁呢一個消費力咧係冇保留喺香港裏邊嘅，加上網購、淘寶、拼多多咧都已經大力咁樣攻港，推出咧一件包郵，令成個嘅消費模式咧都改變。就好似咧王維基近排咧對於香港零售業嘅一啲言論有一個比較爭議性嘅點，就係佢預示3年內香港咧會實現免清關物流，到時咧香港連貨倉都唔使啦，啲貨物咧就直接由大陸送嚟香港，本地零售供應鏈批發咧都會再一次被顛覆。佢又話咧而家成街都係國產車，香港消費者咧已經開始接受大陸品牌嘅質素，香港人咧買嘢唔再需要繁體字。其實咧，王維基嘅觀察咧都係有意思嘅，包括咧香港零售業唔轉型咧就會死啦。內地3大電商平台京東、淘寶、拼多多喺香港咧係好有優勢，市民嘅接受程度亦都越嚟越高。好似有啲人係會喺拼多多嗰度買廁紙嘅，咁就真係連繁體字都冇啦。只不過咧係之後佢話 HKTV Mall 應該要同呢啲內地嘅電商品牌一齊打冧香港嘅傳統實體店，但內地嘅電商平台明顯咧已經係自己佈局緊咧香港嘅電商市場，策略咧都係相當成功。好似咧好多嘅自提點咧都要排晒隊去攞，人哋咧都未必有意欲咧再同你合作啦。HKTV Mall 其實都反映咗好多香港企業而家嘅狀況，想同大陸嘅巨頭競爭，無論市場資本都係冇可能鬥得過。想同呢啲企業去合作咧，過去喺香港嘅經驗或者咧優勢，人哋咧亦都未必睇得上眼。唔會咧特別需要你香港人、香港公司，慢慢咧市場萎縮就變得咧可有可無。王維基話想合作，好似就係想賣盤多啲啦。總括嚟講咧，香港而家呢個金融同埋實體經濟割裂嘅情況，可以預示咧消費外流之下咧係會進一步加劇嘅。就算整體金融同埋經濟層面係樂觀嘅，普通市民咧都未必會感受得到，甚至咧仲會面對失業嘅問題。大家咧都要積極增值自己，同埋咧有適當嘅投資。睇下咧可唔可以參與到今次咧喺金融上面嘅回暖，賺翻啲錢咧去抵消通脹啦。好啦，咁今日影片咧就嚟到呢一度，大家對於香港經濟嘅前景有啲乜嘢睇法咧，都可以喺下邊留言，大家一齊討論下。中意我影片咧記得 like、subscribe、share，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